潘小爱前分享于 Facebook。联合报于民国76年报道了一则吃素有后福老妇死而不僵的地方新闻。内容是这样的：瑞芳郡瑞芳镇75岁老太太周玲年终身吃斋，死后24小时全身关节柔软，一般人死后都僵直，而她却松动如常，死而不僵的情形令人称奇。家住瑞芳镇逢甲路的周老太太信奉一贯道，从小就吃斋，直到撒手人寰，体质似和一般人不同。日前